来看嘉义新港板头社区北边的布花呢，这半年前互人偷倒事业废弃物，到当时还未清，民众就咧烦恼讲，这废弃物对农业也个环境会造成污染，就向民意代表陈情，希望赶紧派人来处理。嘉义县连接新港甲北港的复兴铁桥，目前当咧施工，彼岸布花煞互人偷倒废弃物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粪扫为旧年10月放到即马，也是无人来处理。当边遐嘛倒2台啊，遮来倒3台。我是咧来推断是复兴铁桥咧施工，所以伊即马为遮来倒要当做讲是因的迄个营建的废弃物啦。土地管理单位第5河川分署认为，有掠到偷倒粪扫的人，应该要由犯法的人来负责清除。受到民众定情的议员就表示，目前案件搁咧侦办当中，不管是环保局也是第5河川分署，无应该互遮超过5吨废弃物就安尼放咧，要求要赶紧清除。因汛期将至，本局要求土地管理单位第5河川分署先将废弃物移置到安全的地方。后续我们要求废弃物清理义务人进行清理。5河分署用行用紧急的方式用太空包给所有废弃物打包给移置，最后他们是要跟这个行为人来求偿这部分加由5河分署再跟行为人来处理。叫这个河川这边把阮车走啦，互阮有一个清气的所在。议员表示，第5河川分署有答应，伫清除遮的物件进前，会先用篷布来盖遮的废弃物，搁会采白提醒民众莫挖过来。在地民众是表示，遮废弃物内底有石棉遐，只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，莫搁牺牲因的健康甲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